台语一年长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滚一边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酸。社会刻板印象吼，真正有当时啊，被随时间的推进，甲人的年岁变化来改变。有当时啊，我感觉吼，人吼，为什么叫做人？因为伊会晓学物件，所以吼，你有当时啊，发现讲，有个人的刻板印象，佮留伫个30当前，我就感觉吼，这个人吼，无对时间的进步，真正是一件做必要的一件代志。因为像前一阵啊，就是有一位正式老师，伊伫面册专业分享这段话，伊就写讲我是一位国校的正式老师。下课的时间，我去做导护。有当时看到来接送囡仔的家长，伊的身躯顶啊，或者是讲伊的脚有赤字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敢是 OK 的，而且敢会造成观感无好，安怎才会当矫正因的想法？我是讲甲赤字划掉，创造出更较好的教育环境。多谢。伊安尼讲，这个答案吼，当然是用骂甲足惨。啊，我个人来讲吼，嘛是真正感觉，这个老师真正无啥适合，除非伊会当去改正伊这个观念。因为其实吼，上重要就是讲，一个人有赤字，无一定代表讲吼，伊的道德是无好的。像迄赤字伫个现代意义顶悬吼，有足侪，譬如讲吼，你会当摕来做一个纪念，当做一个艺术品。其实就是即马赤字，就是互一寡人像老师安尼去想家长，这种方式污名化，所以讲，都有真侪人会感觉讲，对即个答案都感觉真不满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老师伊当然嘛会当有伊家己的想法，不过重点就是讲，伊今仔日看到即种的家长，伊无应该去想讲，伊要安怎矫正别人的想法，因为像你头拄仔讲的，有当时啊赤字对别人来讲是一种艺术，所以老师无应该因为伊家己看到即个赤字，就去否定即个家长伊的品德。搁有吼，使人受气的吼，这个老师搁有讲吼，徛伫个赤字的人边啊，敢袂拄着危险？阮兜附近吼有公庙。一大堆吼无爱读册赤字的学生，啥物代志拢袂晓做，但晓食薰、步槟榔，搁赤字，一大堆无守道德的代志拢做会出来。敢讲要替即个残疾的人讲话吗？伊这篇答文出来了后，嘛有真侪老师看甲无欢喜，嘛是有伫迄个粉砖内底，嘛是有留话讲我嘛有赤字，或者是安怎，就是嘛有留话要甲伊对话。嘿，嘛是有即个老师伊就讲，我就是老师，袂因为安尼家长身躯顶有赤字来反对即个家长。对啦，其实我感觉讲老师伊头拄仔安尼讲嘛，所以伊可能会感觉讲，像伊伫教学现场的时阵，确实有较悬的比例的学生因为有赤字，所以伫行为可能就有一寡问题，所以伊才会认为讲学生可能还无有够的思考能力，伊才会想要爱学生直接撇开接触有赤字的人，对于学生来讲，才是上安全的方式。不过我感觉老师当然是希望学生莫去受到伤害，不过老师嘛应该互学生一个观念，就是讲爱教学生讲，有赤字的人无一定就是歹人。像之前啊，就是有一个新闻，就是讲老师的身上有赤字，所以就互人讲，这个老师可能会教歹囡仔。不过其实袂当因为老师的身上有赤字，就去否定这位老师的专业。所以今仔日吼，咱特别来讲这个老师的观念，伊到底有啥物唔对？我来讲啊，这个社会上吼，有足侪人吼，他们的看法是共款的。伊感觉吼，赤字就是歹人。我感觉吼，这种刻板印象吼，就是因为这个老师讲出来，咱即摆有法度来思考这件代志。第一就是讲吼，老师拄着有赤字的家长，还是家长拄着有赤字的老师，拢无应该用赤字去讲这个老师到底是好人，这个家长到底是好人还是歹人？有个人赤字赤规身躯拢是，伊感觉家己的身躯就是一个艺术品。我感觉有个人赤字赤甲足水的，有当时我嘛家己想要去赤字的。今摆我要来讲第二点，就是我会当理解讲老师伊可能有家己的顾虑，就是伊可能会感觉讲伫教育的时阵，学生伊的思考能力可能还无够，所以老师会感觉讲，若是今仔日伊讲的话，互学生误解，或者是讲转去了后，学生伫甲家长讲的过程产生一寡误会，造成讲家长可能感觉讲，你老师哪会安尼教？所以老师可能就会想要，莫互代志舞甲遮尔麻烦，直接甲囡仔讲，就是莫去接触遮个人。不过我感觉事实上是老师无应该是安尼。虽然讲有当时伫教育现场教囡仔的时阵，你爱考虑真侪代志，比如讲规个学校的风气啊。不过我感觉讲，作为一位老师，你有当时要是爱好好去甲学生解说讲，赤字其实无一定拢是歹人。第三点吼，就是讲吼，社会大环境造成这个老师
师对赤字有无好的印象。啊，我有当时吼，像我即摆有耳高嘛吼，袂使搞我去。嘿，我迄阵咧教耳高的时阵吼，我就爱先家己去偷啊甲用一个耳高。啊，迄时阵我拄好咧读大学啊，大学我伫台北读，啊，伫厝里的人，我厝里人看袂到。一开始要倒去的时阵吼，你给我摕掉。我就先甲摕掉。你有遮乖哦？我像安尼，我惊伊真正吼挡袂掉，死混混去安尼，无啦。就是讲吼，因即种观念一时间无法度去接受，因为自以前的人到即摆就讲吼，你挂耳高，你赤字就是歹囡仔，你食薰就是歹囡仔，你薄槟榔就是歹囡仔。对啦。所以我有当时啊吼，我伫咧细汉的时阵，嘛是有感觉看到赤字的人，哎哟，坏哥哥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就是有当时啊，就有即款印象。也毋过愈来愈大汉的时阵，我接触到足侪有赤字的人，其实吼，因拢是好人。而且赤字其实就是像即马，赤字有真侪无共款的意义。比如讲，有的人会甲家己饲的宠物，或者是讲家己的亲人、家己的男女朋友，画伫家己的身上。而且像赤字师傅，伊这项能力、这项技术，嘛是真专业的代志。作为一个老师，应该有搁较开阔的眼界，搁较开阔的视野来教学生囡仔，才会当来改变这个社会对赤字的印象，或者是对真侪刻板印象会当有改变。其实拄好今仔有其他同事和我无共的观念，啊无吼，这篇吼，这集吼，全部拢会骂你，你敢知？后下这个时间继续想讲下台语，今天灯，拜拜。